哦哟，因为按拄好去拄多年咯，你今妹来了去练走迄么？唔系啦，我来求水嘅啦，我要做去嘅啦。唔怎来哦？系啊，今尾我来到遐都发现讲吼，我迄秋水根本惊后煞摆摕去的啦，我顺沙去买啊，怎会较慢的？哦，亚边嘅潮水池洞好呢，要分动多种嘅果土哦，有机会啊，我同你看一下。好啊，我哋一步嘅咩都要练秋水，我来讲啦，我拍动作唔错，我特别练秋水呢，我都要吸到。我将联络我嘅朋友来教我听听。我介以前吼，做地土我去小记下嘅设备哦，俺都懂好咧。冇问题啊，我要礼拜四啊，我会再过来练球水哦。因为啊，我今年爱准备参加日月潭嘅运动哦，故所我准备下礼拜都会来练习哦。日月潭运动，哦，下个吃到真困难呢，啊，报名结束嘛。我做得吃看哪咧？我记得报名还蛮结束呢，我等下传个名字本啊。不过我较暗着还会送给宜家课，我会先去了。你行程安排都难呢？系啊，我想个固定的时间来运动，对自家较娘条的喂。因为啊，那些难时下来停下来，我就唔会停通了。看起来哦，你有动态决心呢。冇唔错啊，因为我今年嘅空间检查报告啊，真年都唔好看呢。啊，真年身体都唔好，故所我就改善一只现象，开始用自家固定来做运动。结果你有冇现点冇？开始运动过后啊，我身体变到动强松诶，就算流汗啊，我每次都非常的爽爽。对啦，我头摆咩迄因为报告原因，才会开始运动。啊，运动过后吼，唔但像呢身体会较杂，会较臭，心情呢会较好呢。真嘅啊！我一开始啊，吃到流汗啊，非常的唔爽快。后来我发现到流汗过后呢，身体真嘅会较好哦。我要培养做好运动嘅习惯。上班以前几点钟放起来吼，计时较凉啊，较唔爱冲热，唔好讲规副身咧流汗流到流流，你真嘅啊！系啊，我都习惯临安来运动诶，因为我知道做好运动啊，真嘅天难咧，我都起唔起来。故所你都可以早晨来运动哦。讲实在话啦，我们都开始一张嘅天天，爱当嘅固天来哦，实在爱落动态嘅决心呢。真嘅，做风三招动一个，做风三球动一朵。哇，你有爱我嘅决心啊！相信啊，你听错都得完成上爱嘅目标哦。系啊，我们希望，我相信哦，你要做得啦，你强好来达成上爱嘅目标。好啊，我要想去挑战看下，不过坚持运动对我来讲真係太难啦。用蛮讲咯。唉，其实啊，我真係当想去坚持运动，唔知用蛮现点哦。今年我本来有个目标，就想去减皮，一年要减3公斤。不过我就冇办法坚持下去啊，唔知爱做乜嘅。啊无，你哋有闲无？我坐下来，你讨论一下。好啊好啊，我要当想去请你来讨论下，给你几片讨论。来，按住先哦。坐嚟坐嚟。哇！大家假如看到佢兩啥冇，真見當強呢，當有決心，想要做到大。不過真見啊，頭班人講吼，有啲人做事情頭少少，面人人接送乜樣辦型呢？3日打5，2日曬苗，係講冇堅持下去嘅決心，唔到最尾天錯唔會有成果。進到屋卡就睡到嘅胖叮當，睡到面床當，跳到天光去咧，係冇？記得有運動嘅決心，係講想愛去。嘗試想去試看啊新嘅運動、新嘅事情呢種精神，得大家向下來學習，韓國咧有盤向下來討論，遇到呢條困難嘅事情，做得相互來鼓勵。學合法咩安尼哦，簽到人向下學合法嘅牌，相互來鼓勵，相互來抽出人嘅合法。盡量會進步了。韓國咧向下來上課過，加下啦，你就會練習。下那叫兩下，本來嚟看一下，加運動計劃一個主題都帶有呢度嘅詞彙和個記憶。第一則，加入講到要嘗試新的生活，嘗試合法用版型講咧，吃看，過一擺哦，吃看，好，你模糊嘢嘛，大家可能再我下清楚到嘅吃。看後背係人嘅濕疹濕麻，去讀到人嘅牙齒背吼，去過一擺來看一下下背吼嘅記憶係哪隻記憶，我可以嘗試看看，因為佢冇頭擺冇安尼做呢種運動嘅習慣嘛，所以佢新嘅運動，他可以嘗試看看，我可以嘗試看看合法
按用版型来讲咧，爱做的吃看哪里，爱做的吃看哪里。后边那个啊嘞啊，其实是一种那种长式体，在语法里面叫做长式体或是短时体，表示呢两个运动吃看哪嘞，它是一个短时间的或是一种持续性长久的。这样人就做的用啊嘞，这样表示一种试看看的感觉。爱做的吃看哪嘞，太家就做的汉白牙个词非用动词后面加啊嘞，就会有一种持续体。看哪嘞，看一下下，试哪嘞。试一下下，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大家就做嚟學習一下咯。下邊嚟看一下那一隻詞彙安排。客法用版型嚟講咧，安排，安排。咁樣哦，安後邊人嘅實碼會讀到人嘅牙齒背哦，聽錯唔記得了。下邊嚟看一下，哇！他主角嘛，把生活都安排计划安排到整个 schedule 都满满的，你安排到满满的，客法用版型来讲咧，安排到黏黏，安排到黏黏，嘅男士煙，用版型来讲咧，安排到慢慢，安排到慢慢，好。下邊聽下來談一下，下邊學嘅詞彙係乜嘅？就是你做人做事情，聽出要乜嘅？要有決心。客法用版型來講咧，決心，決心。好，下邊來看下基本嘅記憶，聽起來你有很大的決心哦。客法係聽起來。你要動態嘅決心，聽起來你要動態嘅決心，來睇下男士煙係用版型來講。聽起來唔要具體嘅決心，聽起來唔要具體嘅決心。好，呢篇呢分享一隻嘅老古人言，本大家聽下來學習，聽下來分享哈。所以講。有心大塞，塞成轉，乜嘅意思咧？我留塞頭打咗變咗轉頭，聽咗一下乜嘅下動態嘅決心，希望係無心嘅塞頭，咩唔會變咗轉頭，係唔係大家聽下來學到呢個詞彙過後咧，而肯擺做計劃嘅時節，聽咗有呢種概念，我留塞頭變咗轉頭，將要決心來做下去。唔過咧，呢種習慣呢種計劃，聽咗慢慢來。慢慢來，就表示講，我做那條事情呢，就係培養嘛，培養你的興趣，培養你的習慣，都是培養。嘅培養客法用版型來講咧，就係培養，培養。好，做在培養過後咧，家下又講到下輩就係可以留培養變做乜嘅咧？培養人嘅習慣。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，要有一種慣性。嘅客法習慣用版型講咧，就係習慣，習慣。還有咩有人會講關係，關係。嘅聽下來聽下，男士煙係用版型來講哦。習慣關係嘅，習慣關係嘅。好，下邊你聽下來學一下呀，記憶係哪一隻記憶？我培養早起運動的習慣，大家當然然後早晨就做空起來去運動去健身房，呢種客法用版型來講咧，我培養做空運動嘅習慣，我培養做空運動嘅習慣。個下輩就你當咧運動計劃之後，你聽咗平常時，比如講你考試之前啊，運動之前啊，會本自己一個乜嘅目標，去達成呢個目標之後，我們才會給自己一個獎勵嘛，本自己鼓勵獎勵嘅目標客法用版型來講，就係目標，目標。我記得有隻目
它是收舌根韵尾的一个入声字，所以呢，让木的时间会夹夹，然后牙给三码停住，按呢木才会达成这个木跑这个音才会发得准哦。好，下边来看一下俩记的，你一定可以达成想要的目标。嘅客法按样板型来讲呢，天策做得完成想爱嘅目标。天策做得完成想爱嘅目标。希望大家就做得来完成伢嘅目标，伢运动过后，如果规划过后，唔啲嘅你嘅男主角看起来动认真来去做。不过咧，坦讲佢哋去执行嘅过程当中，发生咧一条想唔到嘅事情哦。到底运动家下，除咗要规划好人嘅时间，要准备好人嘅器材，还有哪条困扣是要去注意到。每一日看一下下边嘅影片，去了解一下运动前。然后运动之后，人嘅身体会有哪条嘅变化咯？向下来看。